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Go Hot Boy》。因為發現到嗎？追權民主啊，來了浪漫台3線上面介紹了好多位重要的攝影大師，他都是我們的哈嘎尼哦。今天呢，我們來到楊梅這裡，要來介紹非常重要的兩兄弟，金龍老師還有金苗老師。我旁邊這一位呢，就是金龍老師的義子，也就是龍迅老師。老師歡迎你，老師好。大家好。你可以大概幫我們回憶一下小時候對爸爸還有阿爸他們的印象嗎？他從事攝影這個生涯當中，對楊梅的紀實跟歷史上的記錄都留得非常的多。這邊就有2張很重要的相片，對不對？辦什麼活動啊？這個是在新城路送水燈。以客家人來講的話呢，會有廟，時間久了，有時候會重新再 renew， 那中間就會有所謂的這個大齋。那個時候就會有一系列的客家人的活動。哇，真的不曾看過哎！我們要教觀眾朋友講一下客家話。第一個要學的這個詞就是兄弟，兄弟的海陸講法，老師你會嗎？兄弟，對，它是兄弟。兄弟，對，沒有錯。那另外你剛才一直提到這個照相館啊，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的客家單字，就是翕相館。對，在我身後這些老照片真的都是無價之寶，這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的一句客家話，就是照相館裡保存了許多老照片。翕相館地圖保存嘞，當到老相片。沒有錯，真的都是很珍貴的無價之寶。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今天呢認識了吳金龍、吳金苗老師，真的很佩服他們。他們奉獻自己的生命，成全了攝影，也成全了那時候的楊梅。謝謝你們。當然嘍，我們認識新的詞，複習一遍吧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兄弟，兄弟，兄弟。第二個呢就是照相館，翕相館，翕相館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一整句話哦，就是照相館裡保存了許多老照片，翕相館地圖保存嘅當到老相片，翕相館地圖保存嘅當到老相片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期待未來看見他們的博物館成立哦！下次見，拜拜。